究竟係輸唔起定係妒忌？一枚東奧金牌再次令中國運動員谷愛凌被推上美國輿論嘅風口浪尖，但今次攻擊佢嘅已經唔係普通網民，而係美國現任副總統曼斯同財長貝森特。近日，美國副總統曼斯喺福克斯新聞訪問入邊暗指，好似谷愛凌咁樣喺美國長大、受惠於美國教育嘅人，我會希望佢想代表美國參賽。跟住財長貝森特更加直接升級攻擊，用忘恩負義、出賣美國嚟形容谷愛凌嘅選擇。呢啲已經唔係普通民意情緒，而係美國現任高官對一個22歲運動員進行政治定性，用叛國呢啲指控抹殺個人選擇。面對國家層面嘅霸凌，谷愛凌冇選擇沉默。佢接受今日美國報訪問嗰陣，一針見血點穿問題本質。好多運動員都代表其他國家參賽，但淨係針對我有意見，因為佢哋將中國當成一個整體，佢哋其實就係憎恨中國。呢句說話直接拆穿美國政客嘅雙重標準，佢哋在乎嘅從來唔係忠誠，而係忠誠嘅對象。揀法國、日本就叫做體育流動，揀中國就變成出賣，背後根本就係將體育政治化嘅冷戰思維。但谷愛凌最致命嘅反擊仲喺後頭，話我飽受批評係因為我贏咗，如果我表現差，佢哋根本唔會理我。呢句說話用最簡單嘅邏輯撕開咗所有政治修飾嘅偽裝。呢次圍攻本質上就係對成功嘅妒忌，係輸唔起嘅掩飾。如果谷愛凌只係一個普通選手，佢嘅選擇根本入唔到政客視野。正正因為佢碾壓咗美國隊，變成唔應該贏嘅對手，政客先至搬出政治大棒，妄想用叛國嚟掩蓋賽場上嘅失敗。究竟係輸唔起定係妒忌？答案擺喺眼前。當成個國家權力機器因為妒忌而出動，圍剿一個女仔，暴露嘅唔單止係風度盡失，更加係面對東方大國崛起嘅戰略焦慮。正如谷愛凌所講，一切核心其實好簡單，因為我贏咗。對習慣站喺頂端嘅人嚟講，你嘅成功就係佢哋嘅眼中釘。